这首歌在2009年吧，2009年我拿这首歌去报名行政院新闻局原住民族语创作大赛，不小心被捡到了，拿到了佳作。这样会拿到佳作的原因，后来那个评审之一有告诉我说，我就不讲评审的名字，是我很敬重的一个人。他说，因为我唱歌唱到哭了。因为我很感动，因为唱这首歌唱到哭这样。可是他有跟我讲一句话，毕竟是比赛，还是得这样。他说如果没有哭的话，一定是最前面这样。我说没关系啦，反正有就好了这样。这首歌是献给我的妈妈，她在后面，对。然后我记得我第一次做完这首歌给我妈妈听的时候，我是很兴奋的。哎妈，我给你听，我讲族语了。听完她就流眼泪，这样，我也跟着哭。然后我二姐就进来，怎么样了你们？她也跟着哭。然后二哥，哎，吃饭了，哭。哎，太完美了，这个哭。最后只剩下我侄女在吃饭，边吃饭边看电视。太完美了那一次的经验，这样子。我讲的是真的这样，然后我也不知道，就这首歌是我在台东这边高中毕业以后没有考上大学。其实也那时候本来是想说出去随便找一份工作就好啦，这样子。可是后来哥哥的鼓励，姐姐的鼓励，因为我自己也还有梦，想当一个小老师这样，然后就去补习，就去台北。在台北那一年离开家乡，第一次这么 UK 的我离开家乡，实在是比 UK 还要 UK 啊那个，然后就想到妈妈这样。这首歌大部分它是母语，我先翻译一下，就是说，妈妈，你一个人在家里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每次看到天上的星星，就好像你的眼睛这样。那这首歌叫《妈妈的眼睛》，绝对不是国语的美丽的美，不是那一首，另外一种，在母语里面它就叫乌马达努伊纳库，马达就是眼睛，伊娜就是妈妈这样。那我要唱这首歌之前，我想邀请一个妹妹，我在好几年前就有认识，老麦你应该也知道，她有拿我这首歌，然后我记得她那时候还没有 FB， 只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叫什么呢？噔噔噔噔噔噔。哎呦哎，太强了吧你们！对了 ，You got it MSN，OK？ 对吗？浩伟，哎，拨一下你的刘海嘛，哎，浩伟你还欠我200哦，哎，浩伟开玩笑的，哎，我跟你讲，浩伟已经消失2个月了呢，哎呦，去买新的皮衣了，重点不是在你这边，反正就是，他拿我这首歌，他说哥，因为我年纪比他大嘛，部落里面都是这样称的，哥，我有报名你。我有拿你的歌去报名，我忘记当时的内容，反正就是说他要拿我的歌去比赛这样，然后他就要跟我拿歌词，然后就给他嘛，我就传给他的，我就有问他说我的歌为什么你会想要选这首歌？他说很好听，我说那么多歌比我的歌还好听，为什么要拿这首？我说他也想到他妈妈这样，对吗？哦，梦里，对啊，然后这首歌就是让他想到大家的妈妈。所以这首歌最终的目的是献给所有人的母亲，不管有没有，不管你是单亲家庭、双亲家庭、隔代教养都一样，只要对你有恩的那个人就是你的母亲，大地也是你的母亲。这首歌《妈妈的眼睛》，我想邀请屏东县的梦里小姐上台一下，我们给她掌声鼓励一下哦。他大概有喝了2桶的汽油，让自己的喉咙润滑一下，这样，哎，请把自己的麦克风调到140的高度，介绍一下了梦里，弟弟。大家好，好，然后我是来自屏东县春日乡春日村的人，我是排湾族，然后我也是那个。就是我，因为我在推销春日乡，我是春日乡的第1届山芋姑娘的冠军。虽然我长针眼啊，你下台的时候我没有长针眼会很漂亮，哎，开玩笑的。但是你的鼻音很重，扣分。
漂亮。好啦，这样你要站前面还是我站前面，还是你站后面，还是我站后面？我怕我会忘记，还是跟你一起唱？好，一起唱。好，可以了哈，接受吗？他很不简单，他是一个排湾族，他不懂阿妈妹族的话，但是他一直听哦，听到会唱呢，很厉害，不简单啊！我很感谢他。哎，我有夸你，等下送我一杯了。为大家带来妈妈的眼睛，谢谢。母亲嘛，或者是打个电话也好 ，MSN 也可以 ，FB 也可以，因为你知道世界上对你最好的人就是家人。还有特别来宾。或许是父亲，或是哥哥姐姐，隔壁的阿婆，隔壁老王都可以。有空真的，明年就是世界末日，在末日之前，好好爱他一回。
名好不好？谢谢。啊，哎呀，这首歌，我的口塞45度的眼角差点落泪。啊，妈，不要再哭了啦，你已经哭6次了。好了，祝一下各位好不好？祝一下各位。